中国要持续咧扰乱台湾，国防部今仔日发布侦查到10架中国军机加7架中国军舰。面对这个局势，菲律宾参谋总长讲，台海若发生冲突，第一要紧的就是撤侨。不过学者讲，撤侨需要时间，台湾爱化危机，则转做是转机来反制中国。 台湾在庆祝中秋连假，不过中国扰台拢无停。国防部测试发布查到共机10台，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区域有5架，结合共艦7隻伫台海出现。中国用是军事微博高展示伫九山阅兵所展示的远程火炮，射击范围上远有过100公里，包含台湾本岛，对南方形成严重的挑战。 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不同的弹药。国军严密应对强军的威胁，菲律宾嘛关心台海情势。根据统计，伫台湾飞侨有16万人。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表示，若台海陷入不安，菲律宾首要任务就是撤回侨民，优先伫李松岛的军事基地安置。 当美菲在进行撤侨的时候，或者是在维持这个海上的一个运输的时候，那这是不是又给台湾更多的一些机会去准备海上持续有船舰在进行一个运送的一个任务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刚好去打破了今天中共在进行封控或封锁的一个如意算盘？ 学者认为，台湾爱把危机化作转机，持续争取甲美国带头的盟友加强合作。另外，美国协助加强台湾提升防卫能力。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会审查减低法案，加速对台军事流程。它用意是把台湾就是列为北约 Plus， 也就是等同北约的准盟国如此可以加快武器的这个采购的速度。 学者表示，减低法案会让台湾、甲日本、澳洲、南韩等北约 Plus 国家享有政府是军售的待遇，这个盟邦也会当转让军备，有助台湾快速得到武器的装备。记者采访报道。